邊個估到呢座嶺南名山嘅名竟然源自上古傳說？聽講皇帝曾經喺呢度做鼎，鼎做好嘅嗰日，長雲環繞，湖水猛咁漲，鼎湖呢個名就一直傳到而家。秦漢時期道家喺呢度開闢修行道場，留低唔少古蹟。唐朝禪宗興起，高僧智常喺呢度創建白雲寺，揭開鼎湖山佛教文化史嘅序幕。之後歷代香火都好旺，成咗嶺南佛教聖地。而家嘅鼎湖山呢，係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同5A 級景區，仲係北回歸線上嘅綠色明珠。呢度植被覆蓋率高到95%以上，有千年古榕等植物保護，飛瀑流傳喺期間穿梭。慶雲寺依山而建，紅牆黛瓦喺翠綠之中隱約可見，同清澈嘅鼎湖襯得好有韻味。行喺林間棧道，又可以聽瀑布嘅轟鳴聲，感受充滿負離子嘅清新空氣，又可以探訪古寺遺跡，喺自然同人文嘅交融中，讀懂呢座山嘅千年底蘊。